客謙，你今次考試係唔係有進步啊？係啊，希文，我比上次考試考得好好，真開心啊！咁你用咗啲乜嘢方法令自己進步？我上次考得唔好，後來用咗老師的方法，同你考試嘅時候要小心做卷。咁你真係要多謝老師嘅教導啊！啊，你知唔知道中國古代有一個好出名嘅老師啊？我知，係咪人哋尊稱為萬世師表嘅孔子啊？係啊，不如我哋睇下孔子呢位老師點樣面對困難，教導學生永不放棄的精神啊！去片。假如遇到挫折，你會唔會放棄呢？定係繼續努力做到最好啊？中國文化最著名嘅代表人物孔子，從小志向遠大，以恢復西周盛世為己任。雖然過程中佢遇到各種挫折同危險，但係佢運用智慧渡過難關，仲吸引一班弟子跟隨佢添。等我哋嚟睇下孔子嘅故事啦。春秋時期，魯國自從重用孔丘之後，國家越嚟越強大，但係就引嚟其他國家嘅妒忌。大王，魯國重用孔丘，睇怕佢哋就快威脅到我哋齊國啦。你話咩話？唔可以俾魯國太強大嘅，快啲諗辦法。哈，君主，我突然心生一計，只要我哋咁，嚟到齊國同魯國交界，齊景公約咗魯定公會面，打算從中羞辱魯國。嚟啊！唔好係，請坐。請各位觀賞表演。好。真係無趣。唔係啊嘛？豈有此理！兩國會面呢個咁正式嘅場合，竟然出現咁低俗嘅表演，真係不合禮儀。請大王快下令撤走啊！哎呀，誤會嚟嘅啫，請大人稍安毋躁啊！我哋仲有更精彩嘅表演啊！弊啦！要命啊！大人，我小人冇心噶。哼！你哋喺君王面前嘅時候如此放肆，作出咁嘅表演，罪該萬死！拉佢哋落去！要命啊！大人，要命！睇嚟齊國連最基本嘅待客之禮都忘記，我哋冇咩好傾噶啦。君主，我哋走啦。可惡！本來仲想借呢個機會嚟羞辱魯國，估唔到俾孔丘用缺乏待客之禮呢個理由化解咗。呢種事如果傳出去，咁寡人咪變成一個不識禮節嘅國君，咁仲可以治理國家咩？幾個月之後，齊國知道孔丘將魯國治理得咁好，又覺得唔高興啦。可惡嘅孔丘，居然阻撓我嘅大計，今次一定要諗辦法對付佢。大王，聽講魯國國君喜歡美女同埋駿馬，我哋可以喺呢個時候送俾佢，等佢只顧享樂，遠離孔丘啊！就照你嘅說話去做咧。一大清早，齊國就送咗80位跳舞嘅美女同30匹駿馬去到魯國城門前咯。君主，且慢！美人啊，我嚟啦！唉，會收下敵國贈禮嘅君王，並非我心目中嘅明君。睇嚟呢度都唔係我想留低嘅地方。後來孔丘懷住傷心同失望辭官，佢離開魯國之後，開始周遊列國，尋找賞識佢嘅君主。
有一日，孔丘受到楚國嘅邀請，去楚國做官，就喺前往途中被人阻撓。恩師，你睇下佢哋到底係咩人啊7日後，幾個弟子餓到病咗，但係孔丘依舊從容咁繼續講學。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哎呀，點算好啊？點算好啊？哎呀，做咩辦法呢？老師啊，我哋被困喺度7日咁耐啦，你仲喺度上堂？哎呀，真係心急死人啊！唉，明明我哋正正當當咁樣做人噶嘛，點解會遇到呢啲壞事噶？哦，咁唔通我哋只係舒舒服服嗰陣，先至正正當當咁樣做人咩？唔通一遇到飢餓冇錢嗰陣，就可以降低我哋對自己嘅要求咩？唔通我哋遇到困難嘅時候，就唔會盡力做好自己應該做嘅事咩？今次呢件事，正正就係俾我哋嘅考驗嚟噶。你哋唔好急躁，等為師再諗下辦法啦。子貢，為師就派你去楚國揾救兵，你路上要小心啊，唔使急，最緊要快。於是子貢就趁士兵唔為意，偷偷地逃走啦。子貢隨即夜以繼日咁策騎，飛奔到楚國通報。子貢去到楚國之後，楚國立即派軍隊前來解圍。最後，孔子成功帶領佢嘅學生安全抵達楚國啦。孔子到咗楚國之後，一直輔助楚昭王，直到昭王去世，孔子先翻自己嘅國家。雖然佢一直周遊列國而不得志，但佢勇敢嘅精神同高尚嘅品德，受到眾多弟子嘅敬重。佢翻到魯國之後，就一邊教書，一邊整理書籍，完成咗被稱為6經嘅詩、書、禮、易、樂同埋春秋嘅編修，名留青史。